另外，国军即马逼出有空军雷达站的官兵，可能是甲地下钱庄欠钱，偷摕部队机密去卖互中国。国防部嘛证实，中国有透过地下钱庄伫咧台湾发展组织。即马桥头地检署已经依照国安法的侦办，掠3个官兵甲地下钱庄的人员。法院已经裁定3个人交保，1个人请回。国军搁再逼出强谍案，有空军雷达站的官兵，若像甲地下钱庄借钱。刷形袂出来，涉嫌偷卖防空雷达的机密予中国。国防部初次证实，有接到官兵检举，查到咱国民众透过地下钱庄，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。目前专案进入司法的庭诉，桥头地检署依国安法侦办，逮捕3个官兵，也有地下钱庄的人。法院裁定3个交保，1个请回。近期侦破的共谍案大部分都是由官兵主动检举所侦破。那么凸显了国军反情报教育它所发挥的功效。也拿出代志的雷达站，那像伫咧南部，不过国防部是真假调无证实，因为雷达站收集中国的战机，也有飞弹的动态，这个情资若是泄露去中国，恐惊造成咱国空防的大问题。专家警告，中国军方掌握雷达站的位置，会当采取无共攻击的措施，可能让国军未负应用。把你的这些短板找出来，植入病毒、电脑病毒，你是不是就被他中共所导入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认为不要去完全排除，因为这是资讯战的一环。第二个就是印杀，打仗的时候，你这所有雷达站的短板，哪个是真的雷达，哪个是假的雷达？机动雷达会在什么地方？会在哪个预备重地？在哪个野战阵地？最近直接传出强谍案，国军的布防措施敢是出问题？张文定认为讲需要强化军人的武力，甲信防教育。嘛讲军事涉密，大部分拢判伤轻。根据统计，平均敢判年半尔。本席希望能从重量刑，严拟法在修严，达到吓阻的作用。判刑太轻的话，大家就觉得那几年就出来了，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太轻了。国防部怀疑背后有强大的组织在操控。张文定认为讲，国军需要整顿内部，把鸟鼠仔找出来。那这个立委嘛有共识，强调的刑期爱加重量刑，才会当阻挡中共把手伸入来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